因為佢不停估高咗個估值，即係你依家係不停捱緊貴價，你係冇得揀嘅嚇。即係話一上市嗰下咧，個價就係已經係at一個我叫做啦，at一個非常貴嘅價嚇。咁6月12號如無意外啦嚇，根據新聞嘅報導就會進行呢個 IPO 啦。咁氣氛極度狂熱啦嚇，周邊嘅所有 related 嘅太空股啦概念股全部都升晒上太空㗎啦。咁反而係要小心嚇，因為通常嚟講就係佢當佢 realize 咗佢升咗或者叫唔好升咗啦嚇，真係直接上咗市。真係升咗一陣之後咧，就小心開始可能有機會會平穩翻，甚至乎會有少少回調啊。咁最近有講 NASA 啦個登月任務咧，亦都係一個催化劑啊，即係驚你唔爆升嚇，即係喺呢啲咁嘅時候咧出埋呢啲咁嘅新聞啊，幫你炒埋一份啊，好似咧即係我哋講咩食嗰啲咩七星伴月咁咧，突然間有6星咧，即係因為呢隻要上市嘛，成個地球嗰6個星咧走晒出嚟咧，托住呢個火箭要升空啊，反而我係有啲擔心啊。